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平安。平安。老师，无管去到倒一个国家，拢做爱爬山。听讲爬悬啦，哦，是因为着要翕相啊，要互人看，对无？观众朋友今仔有福气哦，因为老师这是吼，伊虽然带团对无？结果脱队，毋是脱队，就是休困的时间，走去山顶翕的。而且吼，即个来到即个所在，为虾米讲有啥物疗愈？台语无济啊吼，就是讲做有效诶，听讲会当泡，阁会当啉诶温泉，精神爽快啊，疗愈就是爽快。真正诶呢，即阮诶人吼嘛，做爱泡一个温泉对无？你若伫台湾嘛做济吼，你若迄个啥物艰苦，还是讲啥物时阵？做疲劳、疲劳，诶时，你都会当来泡这，但是这70几度呢，袂当直接跳落来呢。这个所在70几岁啦，70几伤少啦。对啊，你看倒边吼，咱这个度吼，是一个清起来的哦。清起来啊，伊个脚安尼红红的，就是铁仔线，因有放不哦。是，对，啊来，咱看这是一个河对无？我阿伯一个河这老师的阿伯就是爬去山顶的啊吼，有人会记得这条河有无？等下吼，若袂记得不要紧，转去看顶界吼，顶礼拜讲的哦，因为这是一个所在卡罗维瓦利，卡罗维瓦利对。听讲伊个瓦利就是捷克的人讲温泉啦，那德国人就讲 bad。对。Carlsbad，德国话叫 Carlsbad。是，我较知影讲，德國話 bad，就是這英文看起來是毋好誒吼，但是德國人是咧泡溫泉誒呢，浴場誒吼。所以卡羅威瓦利你看是伫布拉格的西邊，差不多愛1.5點鐘，若坐公車就愛2點鐘。即個所在為布拉格過去，安尼開車1.5鐘，坐公車可能愛2點。坐公車就愛坐2點鐘。是。但是老師帶團啊，所以較緊哦。因為佇歐洲若要去帶吼，是開車較方便。對。來，即個河Tepla是捷克語的，斯洛伐克嘛是吼，就是溫泉的意思啊。Tepla 就是溫泉，所以因為這條河佇較懸的土地，就是講伫迄個較懸的山頂流落來，一直流到叫奧赫熱河流入，交接的所在吼，才有足濟溫泉。聽講有3百個出口啦，溫泉。但是較大型的吼，就講較主要有13個。是。上懸的溫度是72度，有到20幾度的。所以因每一個溫泉的溫度無同款，因的礦物質也無同，因咧出來清出來迄款溫泉的成分吼，有10幾款的礦物質啊，像鐵啦、銅啦，什麼足濟款。厲害，所以足濟人走來遮跳落去，而且聽講閣會當啉對無？遮有啦，因若有泉水的所在，攏會當啉。這是一個人嗎？毋是啦，毋是。這新一個人跳落去，這是 Tepla 一條河，厲害！這條河聽講嘛是小的對無？而且這個所在是一個風。咱來看安怎發現的吼？因是講查理4世啦。就是卡爾皇帝啦，卡爾皇帝的查理4世。伊做皇帝的時陣，因為伊做皇帝時陣，伊
兼波斯米亚国王，啊，佮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足大个，会去拍拉，拍拉伊个狗吼，伊个拉狗伊夹着一只鹿仔，只鹿吼走走去伫个树林内底，跳入去一个水窟迄个水窟佫会清烟，无偌久，迄只鹿仔伤，狗夹着伤就好起来。皇帝就感觉奇怪哦，到即款代志，就叫伊个医生哦，伊甲检验即个水有啥物，来20冬后，伊就封即个城市有一个名啦，就是用伊家己个名做即个城市个名，就是卡罗维瓦瑞，就是意思就讲查理的温泉啊。对，因为即个 Vary 吼是温泉意思，Vary 是温泉，卡罗就是用家己个名，是伊个名，是卡罗维瓦利就是讲查理的温泉意思。到1922年的时候，有2个医生出版册，因出版册是讲即个温泉的疗，就是讲医病的效果。伊出版讲会当治疗什物病，拢甲伊写清楚。然后作者皇帝就活来啦，佫有好野人啦，有迄个影星的啦，是讲艺术家有名的人物，大家拢走来。像音乐家，咱较知影就是讲巴哈嘛有来过，贝多芬嘛有来过，莫扎特佫有柴可夫斯基，佫有德弗札克拢有来。无人家歌德嘛有来，希勒嘛有来，因的即摆因的店吼，若讲有迄个人来的所在，因就刻一块牌台伫涂骹还是台伫边仔，讲阮遮是有啥物人来过哦。是，这厉害哦！全部的有名的人，啥物开，普通的百姓，若讲有能力的，大家嘛要来。洗一个温泉，是啉一个水，伊遮个泉水吼会当啉嘛，有去洗以外，佫会当啉，所以因就直接啉迄个水，虽然无好啉。对，其实伫欧洲遮吼，你若要泡温泉吼，爱什物预约，就是爱先共订，因为因遮个温泉足侪拢是有即个疗效，就是讲吼是医生会。对，但医生开单，你才会当来泡的迄种。所以即个所在做好呢，毋免医生开单对无？跳落去就好啊，对无？所以老师就是为着要翕迄个即个城，走去。原来我爬去迄顶悬哦，其实遮是无人挖到啦，所有的旅行团拢无人起来，因为我是看讲阮休息的时间是2点钟。是讲点我着设时间讲安尼，我1点钟去。我想讲1点钟着半点钟去，若爬袂到着倒转来。着真正去家找路爬去，爬去毋但爬去到迄个凉亭以后，佫较清热，到上悬的位，所以咱看到是1点对无？就是讲看到这毋是上悬的啦，其实也毋是上悬，遐毋是。是，大好即只鹿仔，伫遮。着因为即只鹿仔叫做跳台吼，即只鹿仔就是查理4世吼，伊毋是讲伊个拉狗夹着一只鹿嘛，就是即只啦。即只鹿仔就走来温泉，报因知影讲即个卡罗维瓦利是会当医治人的。即只鹿是牵带因来的，是，就是讲伊去互做哩足难哦。对，去互狗夹着无代志的，佫会当继续活咧。安尼厉害，所以一定爱甲即只鹿仔用上悬，互人看对无？会当看规个卡罗维瓦利，所以即个所在爬去到迄个拄则迄个红红的凉亭啊。爬去顶悬看落去，就是生做安尼啊。对，就是咱拄则看红，其实毋是上悬的吼，所以爱去哩较知影的。去哩佫有其实咱有讲着讲皇帝嘛来洗，
哦，咱咧是讲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伊伫1712的时候9月24拢有来记录无？伊就第一摆就来遮治疗啥病我毋知影，伊无讲。结果讲有效啦，伊治疗有效，所以第二年10月19就过来。伊第二年来的时阵都拄着德国，因为迄阵即个所在是德国人。咱讲德国拢人做伙嘛，德国的哲学家叫做莱布尼兹，因为是一个科学家、文学家，伊足聪明啊。即个彼得大帝就甲伊讨论讲，咱来联合，我若甲即个奥地利来联合，来对抗法国的可能性，可见较早法国是怎样的。所以你看，奥地利是奥匈帝国联合的嘛，跟俄罗斯也未甲伊联合，讲来对抗法国。拄伫路顶遇到一个人，就开始讨论这国家的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莱布尼兹是一个足聪明的人，伊毋但是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拢有，所以伊就请伊做顾问。皇帝就请伊做顾问，加做秘密司法委员，秘密，讲无公开的啦。每一个月佮付伊足悬的薪水，伊就帮衬俄罗斯就开始训练因的教育啦，还是讲艺术方面的发展、文化方面的发展，伊有帮衬俄罗斯真济啦。所以观众朋友爱定去泡什么温泉泡的，可能会遇到一个看到你的智慧的人安尼吼。厉害！即个就是伊的相啊，即个相足大的是迄个较悬的所在，伊个人更较悬。是。所以即片的树林叫做彼得高地的树林，树林的名叫彼得啦。彼得是彼得树林。公园叫做彼得公园，对吧？迄个树林就是即个上是1877年建立的。目前是捷克文化古迹，是讲保存的古迹啦，袂当甲毁掉。其实足大新的。比老师较大对无？一定较大诶，真大，差不多普通人诶3倍大吧。安尼3、4倍大啦，因为头啦。看袂出来，看袂出来，因为伫较悬诶所在家去，伊也标到10米价。伫顶悬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向看，有无地当看到真济，伫讲卡路尾外里全部拢看到了。伊就是个四面拢总山围起来。对，咱等下会当特别看到即个教堂，叫做莫大拉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的教堂，毋是耶稣的玛利亚，毋是耶稣的。莫大拉玛，因每一间教堂拢有一个主要的人，主要的纪念的人。即个这是我毋知影，这是另外的所在，伫山顶看到啦，看到即个所在真水哦。伊一个较偏僻的角头来底。看起来应该嘛是教堂吼，足水的所在。有人知影会当甲咱写来，有人知影这什么所在，就是老师为着要去到即个山顶看的吼。看其实会当看足济啦。大家有福气啊！所以佫有即个听讲，即个去互骂甲臭头的即间去足久开足济次，人讲伊是啥物污染都市吼。因为文耀兴建筑有2条，伊2条走着2条迄个条啊，柯林斯的圆条，柯林斯。咱普通甲迄个柯林斯，圣经是讲哥林多啦。哥林多就是这。因为迄个所在叫柯林斯嘛，伫遐个条啊，有一个特别的条顶，佫有去画。
个会是用即个条仔有124支，即条仔袂少支个了，124支裁起来，裁起来伊即个场吼，即间厝设计真久吼，设计本来是两层楼因为经费无够，所以变去1层。然后呢，因为工程进度较慢，佮开足侪次，佮完成以后，逐个人拢看伊足歹看，就是讲，安尼真正是无彩，有可能人本来是两层的较好看，对无？即阵变一层，可能感觉这是啥物？什么馆？因都无去好是无啥物欢喜的对。所以其实这边是迄个温泉吼，即贵啦，我一间的，就是一池啊，有一池伫内面，有5个主要一池是伫内面，主要毋是讲有13个，13个较大，有5个是伫即个所在，5个拢伫遮，所以伊是要互人看讲即个所在其实是做气派对无？因当做气派对。做气派诶，结果互人骂吼，但是这其实嘛真水，咱来看顶悬这拢有因遮诶条仔，毋是讲裁咧就好，顶悬就搁爱刻足侪物件，所以其实足久诶时间无想讲这毋是裁咧就好。个厝诶顶悬我无用错，厝诶顶悬阁有刻12个月诶代表诶人物啦。是安尼。所以其实是足大诶工程这是室内喷泉喷泉你讲伊喷诶水，这是较高温度诶一个，所以你厝顶诶所在，佮一空水分会当清出。是，而且伫外口即间厝诶外口，就是一个室内健康诶女性。这是室内生活内底健康诶女性。这林伫遐定定有看着吼，听讲伊是。表明讲因即个所在是有互人健康诶啦，你来会健康好，对，听讲足侪人去遐买一个杯然后啉。对，因为矿泉杯拢买一个杯就啉伊诶水。看来外口阁有这。外口人看因较早诶时代就是讲咱即摆来讲是古早时代啦，因诶思想甲所有百姓诶想法，甲因诶宗教信仰诶方法，咱看着即个图，就是讲有三位一体诶上帝，即个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因诶圣灵有足侪多次拢总同款诶表现，就是用钱就是粉鸟，用粉鸟代表圣灵。有发七手诶，就是圣父，正面诶神就是圣父，倒面诶神就是圣子，三位一体。摕一顶帽迄顶帽就是皇冠啦，皇冠就咧抵挡玛利亚诶头壳顶，所以讲玛利亚死后伫地顶是足受尊敬。玛利亚骹倒一个月亮。是，所以就是讲，即个。启示录圣经内底一段圣经，因用迄个来代表来理解就是讲啥物？头顶有10个星伊骹阁有大月亮。这是伊来讲启示录但是这是家己想诶啦毋知影是迄个就是。咱知影玛利亚是受尊重诶啦。因诶人非常诶尊重，尤其是天主教对无？因做尊重玛利亚这嘛是所以但是这个玛利亚是无共诶是另外一个，所以特别讲莫大拉诶玛利亚诶教堂这嘛起了真水这位顶悬较有法度翕诶就是迄个。顶悬看啦，所以会当翕着厝顶。是，本来是
你重的吧吼，变性吼，久了哈变即个青色。对，若重的拢会变青色，对，所青在所在拢有这吼，这就是伫内面内对无？面的迄个叫做气痰嘛。是真水吼，这个咱前几日拢有讲着吼，你若伫教堂内面拢有看到这，这大好老师看到两只你讲话马啊，在讲话哦，真趣味，伊年伤无聊啊，嘿，踮遐，因为无人要坐啊，无人要坐，真趣味的色吼，这个城其实细吼，无足大。但是足侪有名的人拢有来过。看第一场就是凯撒一场啦，一定管下凯撒一场。对，其实这是叫做凯撒是一个皇帝的名对无？所以伊嘛是有人叫伊皇帝的温泉。这个所在，咱会当看顶悬吼，观众朋友会记得无 ？But 就是伊的什么？就是温泉。德国话温泉的意思哦，即阵会晓学德国话啊吼，来说吼，所以这是一个凯撒，就是皇帝的温泉吼。咱就想到圣经吼，其实老师讲这看起来垃圾，无啥讲。歹看，因为拢替身啦，拢是替身。足歹看，迄两工水你看，逐个人对边仔行过，你若要啉，你的杯仔摕落甲神，摕起来就当啉啊。有可能行过是狗仔踮遐放尿，这阮都毋知影吼。但是足侪人无可能是安尼。是。诗篇讲，伊好伤心的人报因的伤，上帝伊人，然后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14节，因为我所互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正做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活，上帝予咱的水，就是讲你若看圣经，圣灵就要互你即个活水，对你的心内直直冲起来，直到永远活。伊的水是活水，毋是死水哦。老师的，咱会想到一个富人人对无？伊嘛是伫水边，来你舀水的是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用水啊，无伊喙干，对，啉了会喙干，所以你来啉我的水哦，永远袂喙干，就是安尼，对无？直直冲起来，这永远一直流的吼。观众朋友，伫遮买水拢爱钱，这毋免钱的对无？会当食免费的，上帝互咱的。来《列王记下5章14节哦，你讲阿兰国一个元帅叫乃曼。即个咱有哪捌讲过啊？吼，乃曼将军啊，伊后来伊大声无爱听啦，无爱听上帝的罗卜的话。后来吼，伊就听话啊，就照上帝罗卜的话。因为伊得着太高病对无？伊得着太高病啊，就千里迢迢对阿兰国走来以色列，来求。有遐神就伊遐先知啦，甲伊病，先知甲伊讲，你去约旦河洗就好啊。当然伊无爱相信啊，伊讲吼，你是咧侮辱我，阮的国水比你较深哩，你就无信啊。失败。伊个查某囡仔就甲伊讲，遮尔简单你毋做，伊若甲你讲一个困难的，你敢是去做？伊讲有理哦，遮简单来试看觅，就去约旦河洗身躯7摆，伊的肉就好悬啦，亲像囡仔肉，哇，伊就清起啊，太过病就清起啊，佫是面肉变作油的。对啊，这厉害，就是讲，其实有可能毋是即个温泉啥物好，但是伊相信对无？就是伊去做，就是上帝能用逐款的方法治疗人的病。所以有人讲破病无啥看医生，因为自然会好起来，因为上帝自然就会医治一个相信伊的人。
是，你若有相信的人哦，上帝拢咧医治你，所以观众朋友，即款的水泉拢伫你的身躯内底唱起来拢袂煞。是毋是做行善会当有即个水泉伫你的生命？水泉。所以免烦恼。若主讲你有啥物病痛，无一定是身躯的病痛，对无？你会感觉做忝，心内受伤的，嘛会当哦来附近的教会认捌上帝，对无？就是阮的上帝拢愿意来治疗你吼，就是医治，互你有一个做健康喜乐的人生。嘿，虽然嘛是会遇到足侪困难吼，嘛是会遇到足侪代志，但是伫上帝内面永远拢会当享受，就是咧泡温泉的即个啥物，逐工拢会当享受着，对无？是真好的代志，所以欢迎观众朋友吼，会当继续甲家己饲一个赞，来继续来认捌阮的上帝。多谢你今仔日甲阮支持哦。今仔日是录影的方式，因为即礼拜吼开始有足侪国家的人吼，8个国家的人要来阮斯洛伐克的教会吼，一个联合的聚会，所以主持人较无用。后礼拜一 AM 同款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搁做伙来听故事。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